云林县福建青年协进会举办身心障碍的运动会，比赛的项目甲趣味竞赛的内容，拢是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专门来设计，互来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温暖。 为着好身心障碍者会使体验到运动所带来好处，嘛改善心情。云林县福建青年协进会办运动会，特别的比赛项目，互大家参加的人拢感觉真趣味。这是大家团体的迄落吼，大家当然达到一种寓教于乐，大家好耍安尼，嘛感觉讲大家坐地要有新的体验。第一次参加，第一次也不知道球拍怎么拿，但是一样把它球打出去，虽然没有得分，但是很开心。协会特别设计符合身心障碍者的比赛，希望讲这患者会使用上适合的方式体验运动的快乐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